黃伯伯中風之後，唔記得自己係邊個，連行路都做唔到。出院嗰日，佢坐喺輪椅上，大家都擔心佢未來嘅日子點算好。英營軒嘅長者服務隊隨時準備幫佢揾返生活嘅希望。物理治療師每日上門，細心聽佢講，鼓勵佢一步一步嚟。透過專業訓練，黃伯伯開始慢慢坐穩喺輪椅上，體力逐步好返。終於，佢試住用助行架，每一步都係新嘅挑戰。成功第一步後，佢好似揾返自信咁，開始諗住點樣重新嚟過。慢慢地，佢記返屋企人嘅名字，感覺屋企嘅溫暖。經過努力，佢嘅記憶力逐步恢復，已經揾返好多珍貴嘅回憶。屋企人好感激，覺得佢嘅進步好唔簡單。黃伯伯話：多謝咗咁多人幫佢，呢段時間教識咗佢咩叫珍惜。每一步都係希望嘅開始，重拾記憶，迎接新嘅明天。齊齊關心長者，分享生命嘅溫暖。英營軒，一路同行。